伫咧台大病院有医护人员腰颈留一天薪结束，想要先来做疫苗，才登去做工课。所发警讲，因为这个登记暂时取消，无法度注到第一类人员的疫苗。病院工会也批评讲，进前中央政府有讲，这医护人员登来做是进前拢爱做疫苗，不过地方政府无一定会照办。台大病院有医护人员前2阵请约A留一天薪假，即阵按算先做疫苗，要登去做工课啊。不过，煞因为留一天薪期间，这个登记是暂时取消的。台北市卫生局讲，安尼是无法度做。台北市卫生局的回函是说，不属于一类的这个试用疫苗的人员。我们那一位同仁最后是好不容易在新北找到某一家医院愿意帮他施打疫苗，只是那个时间点其实离他返回岗位也不到2个礼拜，就是我们预期会发挥疫苗效果的最短的时间。工会表示，虽望中央是有要互这医护人员会使伫倒来做工课进前先注到疫苗，但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是无一定对得到。是说中央的立场应该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可能中央跟地方的联系是有问题，或是对于现行的法规上面的实务的执行有一些不了解，所以导致说中间有这样子的代沟的问题。也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要返回来当然可以打，但实际上要返回岗位想要施打的人员就是没有管道可以使用。记者伫这个进前是还未得到台北市政府的回应。工会表示，目前提供第一类医师人员的疫苗是未讲介欠，希望主管机关就要提供会当春秋的疫苗政策。记者郭碧君、郑派文台北报道。